Hello，大家好。曼聯喺呢個 Boxing Day 成功拆禮物啦，喺主場就1-0贏咗紐卡素，全取3分啦。咁慢慢個位置可以慢慢上揚啦嚇。全場唯一一個入波係嚟自多古啦。當時曼聯一個手榴彈嘅戰術掟入去啦，對方嘅高佬和迪馬特唔係和達馬迪啊，和達馬迪頂得高而不遠啦，俾阿多古福至心靈抽入啊！個波係貼住，即係貼住條柱咁樣，又好靚嘅，射得好型啊！結果憑住呢個入波，亦都係呢個多古啦，係加盟曼聯嘅第一個入一球啦嚇。呢場嗰個排陣都係繼續係人手短缺啦。我諗有時好得意嘅就係呢啲天時地利人和啦，令到呢場波有兩個估啦，估唔到就係阿多古可以入一個咁靚嘅波啦。另一個就估唔到就係領隊嘅艾莫林，即係 head coach 艾莫林咧就轉一轉陣，終於開竅啦打4個後衞，即係一路大家都佢話之前如果冇仲記得嘅話，佢話即係佢咩嘢都可以改變，但係自己嘅理念嗰個 system 係唔會改變噶嘛。正轉點解今場要改變咧？即係正就係後防迪列治啦、麥佳亞傷啦3個非洲兵冇用唔到啦。今場文奴係繼續係受傷啦，即係連續2場出唔到啦。原本一路右中堅用阿約羅啦亦都係俾唔到一個信心啦所以就逼住我諗係少少下台階咧。其實我諗佢阿亞文嗰心裏邊都想轉嘅，但係咧要揾呢個咩時機、咩嘅理由去轉咧，就係唔夠人喎，都要轉一轉啦搏一搏啦。今場真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啦。排陣拉文斯首籠，跟住就大洛治希雲馬天尼斯就踢翻正選啦。上場就客串呢個中場都表現係相當之好嘅，踢翻佢擅長嗰個中堅位置，搭住呢邊嘅蘇爾啦。卡斯美路一個4-2-3-1嘅陣式，卡斯美路烏加迪多古曼治古亞同埋單箭頭嘅石斯高。你話呢個4-2-3-1嘅陣式同呢個打3中堅3後衞嘅陣式有啲咩唔同咧我淨係睇數據啫。上半場曼聯6次攻門3次中目標，紐卡素就3中1。但係下半場因為喐個中場，即係包括咗曼治半場自動話聲稱自己有傷咧，就被換走啦。另外60分鐘就喐埋阿卡斯美路咧，即係喐埋中場之後咧，即係打翻一個好似類似5-4-1嘅陣式啦。見到嗰個攻勢個轉換，嗰個優勢嘅轉換咧，完全係傾咗去紐卡素嗰邊。其實上半場咧，曼聯同埋紐卡素都係各有一段嘅，係好多攻勢嘅。但係下半場咧，其實曼聯係捱打嘅。正如艾華林話齋，都係上半場係即係踢得好啦。下半場真係得個守字嘅啫。下半場紐卡素係13中2即係佢哋攻勢，曼聯就3中0啊。你見到個數據啦到底係咪4-2-3-1嘅陣式同埋5-4-1嘅陣式？即係嗰個啦，即係原本以前曼聯踢嗰個咧，個分別喺邊度咧？係咪真係個陣式嘅問題？係咪關唔關個陣式事咧？我睇數據就係即係話，不如趁而家正值唔係咁多人可以用嘅時候，係咯，橫掂都踢咗一次啦一次用咗4個後衞都冇人會話你㗎啦。以後就唔使話再爭論用3中堅啦，定係4後衞陣式。其實有時真唔使一本天書天書就睇到老嘅因為就住唔同嘅情況可以作出唔同嘅轉變，有時又唔需要咁硬頸嘅你見到上半場即係正選嘅陣容 OK 喎，同埋今場希雲咧就越打越好啦，都有讚，亦都攞咗今場嘅最佳球員啦。艾莫林都有讚呢個新仔，就話如果係咁樣踢落去咧都幾難有會爭到佢個位。其實今場而家曼聯嘅後防咧係越嚟多人手嘅，後防冇乜問題，係中場嗰度一定要，我諗係冬季仲要轉會窗都要買人翻嚟因為烏加迪嘅跌得好勁啦，文路唔知傷咩啦。我諗文路嗰個情況都似乎都係走硬，即係我諗好多領隊都即係艾伯林啲性格都係應該唔中意一啲扭計嘅球員而家就啱啱哥利亞就原本借西布朗提前呢個
終止呢個借用期，因為哥利亞都傷咗，翻咗去卡倫頓療傷，因為小腿有啲問題，即係可能都係召翻哥利亞翻嚟，可能都係為咗文奴喺1月冬季轉會窗離隊作少少嘅準備，呢個得估估下啫。前面嘅石斯高今場都有2次都好有威脅嘅功名嘅，一次就轉身抽射就偏離目標，但係有一次就左腳嗰個射門就中咗橫楣啊嚇，咁叫做你話一個前鋒一場波有2-3個攻勢，其實我都覺得係收貨，咁睇下只係入與唔入之間嘅啫嚇。係啦，之前我哋話5場做一個小統計，咁但係好似5場係太多，不如3場啦。之前嗰5場由對韋斯咸開始我就估2勝2和1負中晒啊！即係啲人叫我再估係撞彩啫，邊咁易中啦嚇。好啦，不如3場啦，嚟緊曼聯嚟緊3場對狼隊啦，之前就贏咗4-1嘅嚇，今場主場對住狼隊，唔睇應該可以再食多一次嘅，因為狼隊嘅勢實係太頹。咁我呢場我估係會贏嘅。列斯聯呢排嘅走勢勁，我覺得呢場係和咯。對般尼就雖然作客，我都係估贏，即係話嚟緊3場一個小統計咧，2勝1和，大家可以討論下啦嚇。當然好多人話，不如估晒3場啦，3場全勝好難嘅，邊係估得咁多3場全勝嘅嚇？係啦，咁而家今場個波可能大家都覺得，咦冇咗般奴，好似成隊波好似睇得更加好咁。但係我諗般奴啲球員就有時係有佢可愛嘅地方，有佢有用嘅地方，亦都有大家覺得要批評佢嘅地方嘅。但係我諗都至少唔見佢1個月啦，睇下曼聯嗰個會唔會喺佢即係唔在陣之下咧，好似成績可能會更加上揚都唔定啊。咁可能嗰個嚟緊嘅夏天，曼聯因為之前嘅訪問般奴都透露過話，胡方其實想賣佢走嘅，即係咁。但係嚟緊夏天，即係當你成績冇般奴，反而踢得 OK， 成隊波順，會唔會喺夏天到底仲有利用價值時候賣走佢咧，賺翻一筆？即係另外再入一啲新貨入嚟都唔定啦，可以啦嚇。今場其實仲有一啲即係除咗喐咗少少嘅即係譬如希雲啲踢得好之外，其實馬拉斯亞都喺88分鐘都入咗嚟嚇。只不過可能真係當係一啲垃圾時間啦。咁但係其實當時都係你曼聯呢緊一球啊，其實可以艾莫林可能可以唔換都唔定，可以唔換嘅。但係都俾一啲嘅即係比較少出場嘅馬拉斯亞都有機會上場啊。雖然話下半場俾人攻到氣咳㗎啦，下半場最忙一定係拉文斯啦，佢都有幾次嘅撲救，最終能夠頂得住紐卡素嘅強攻。其實紐卡素賀爾哥頓賀爾有一次嘅遠射啦，都係中楣啦。另外哥頓啲都有啲機會咁只不過今場下半場個勢係喺佢紐卡素方面，但係成場嗰個運氣等等咧，把握能力當然就唔喺紐卡素嗰方面啦。結果可以即係喺呢個 Boxing Day 裏邊攞多3分啦嚇。可唔可以上次講嗰時可唔可以收多個靚尾咧？呢個喺2025年啦，對狼隊希望可以啦嚇。你話要連贏3場係難啲嘅，但係呢2場即係狼隊啲你冇留，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咩冬瓜豆腐，真係好難接受咯嚇。同埋嚟緊咧嚇。曼聯嗰啲波先個時間上咧，因為成日都因為冇歐洲賽啦，曼聯成日都俾人編咗去香港時間打凌晨4點鐘，大佬好難搞噶嘛。嚟緊狼隊仲都係4點3，跟住對列斯聯就好啲，有場早場8點半，跟住哇對般尼又係4點3，大鑊，即係。深夜啲波真係好難搞嚇。原本尋晚都起身想睇咁但係因為尋日就約咗朋友去行山咧，行咗都10幾 K， 係咯，行咗成5個半鐘頭，去咗馬鞍山灣曲山嗰邊，即係馬鞍山昂坪嗰邊啦，行到腳都跛埋。琴晚好早就瞓啦，好似即係11點零鐘就瞓。原本都想校個鬧鐘，想4點鐘起身睇呢場對紐卡素但係最後都係意志比較薄弱啦寧願第二朝睇翻啲精華或者睇翻嗰個即係重溫嗰個比賽算數啦好啦，呢場波即係多謝，如果大家起到身，可能都唔使翻工啦今日好多嘅球迷你哋可以喺4點鐘起到身嘅叻，
睇到場波，雖然都話要食救心噶啦，下半場啊，雖然即係俾人攻到氣咳嘅時候咧，都可能有啲擔心，但係最嬲尾都能夠保住呢個1-0嘅小勝嘅賽果啦嚇。好啦，咁希望2025年最後一場即係我哋香港時間啦，12月31號嘅凌晨4:3，即係叫做2025年啦。咁可以真係贏狼隊唔需要大炒嘅，贏就得噶啦，3分就得噶啦，可以收一個靚啲嘅尾啦嚇。好啦，喺度預祝大家，都唔使預祝住嘅，下次都未到2026年啦。好啦，不過可以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呢個聖誕嘅新年假期啦。好啦，下次再講，拜拜。